黑暗中，你是我的盼望；迷途中，你引领我方向。世界喧嚣中，你是安静，你的恩典，我永不放弃。牧师没有听到声音哦。喂，有听到吗？哦，有了。好，谢谢。好，大家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3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庐山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一早我们就被神的慈爱所吸引，一早我们就为着神你的话语所着迷，一早我们就来亲近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光。愿我们每一个人读你的话语，深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化为行动来荣耀你。我们在开始之前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的上的21章，看见，大卫是上帝的受膏者，但是他也面对逃亡啊，而他逃亡第一个是去见撒母耳，第二个是见约拿单，第三个是见这个祭司挪伯啊，所以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那也看见昨天的经文提到的以东人，今天要继续看这个以东人多益他如何出卖大卫，但是也看见大卫他在逃难的日子当中有编造了借口或是没有完全的诚实，但是在动荡不安的日子当中，神都细察各样的一举和一动。那么今天继续来看22章，那多益怎么样来残害祭司，扫罗如何来残害祭司。好，那要请陆山长老带我们来读第22章的第1节到第5节。第一节，大卫从加特城逃到靠近亚杜兰城的一个山洞，他的兄弟和家人听说他在那里，都下去看他。被压迫的、负债的或不满现状的人都投奔他，人数约有400人。大卫成了他们的领袖。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准许我父母住在你这里，等到我知道上帝怎样为我安排，再做打算。”于是大卫把父母寄在摩押王那里，他躲在山洞里。那段时期，他的父母都住在那里。后来先知加得来对大卫说：“不要再留在这里，赶快到犹大去。”于是大卫动身往哈列的森林去了。好，谢谢。那关于大卫来到了这个没地方可以逃，那也没有人可以接纳他，因为他也甚至去到了非利士人的境内，那他只能够无人可以帮助，就躲到山洞。那这段逃亡的记载在大卫的诗篇当中，无论是35篇、52篇、57篇、142篇，那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诗篇。那亚杜兰洞在圣经当中，从创世纪就有出现，创世纪的38章，还有耶书亚记，那甚至到弥迦书、先知书当中，也都有提到这个地方。那亚杜兰洞离希伯伦不远，那是一个山洞啊，那里面呢是一个通往耶路撒冷要道的一个要地，但是这也是一个山洞当中可以躲藏，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被扫罗追杀，那他就躲到山洞去，那这个风声终于传到他的家人，所以他的兄弟和家人去看他，那也看见虽然当大卫上战场，他的哥哥不是很欢迎他，
好，但是当大卫杀死万万，好，那父亲还有兄长还有家人，好，对大卫的关心还是有的。那在这里也提到，甚至不是只有他的家人，还有另外还有3种人，就是生活窘迫、欠债、心里苦恼，心里苦恼。所以这在一般的社会当中，都是可能会有遇到问題、遇到困难，而这个问题持续没有解决的话，它也会变成自己的问题，或是家人的问题，或是社会的问题等于是这些有各样疑难杂症的，那在社会生活中不如意的，那他们都来聚集到大卫。那所以大卫本来是一个人逃跑，那现在呢就有一群人来投靠他。那这些投靠他的人呢，第2节记载有400人，所以这个亚杜兰洞呢，那大概这个里面呢也可以有办法可以藏纳这么多人。好，那藏纳这么多人，大卫一个人逃跑就需要有5个陈设饼来吃啊。现在有几百人跟着他，好，那大卫呢也要让这么多人也要来吃啊，所以这也是很困难。好，那看起来大卫就成为一个丐帮的帮主，或是一个山寨的寨主。那第3节讲到大卫呢，为了他的父母亲，所以他又从亚杜兰洞去到了摩押的米斯巴。好，那摩押的米斯巴，好，这个地方好不清楚，圣经也没有其他的记载。好，那只能知道是在摩押地，所以从地图上来看，应该是要过了约旦河，好，那可能在摩押的北边。所以大卫从非利士的加特来到了亚杜兰洞。那亚杜兰洞呢，好，那接着他的父母，好，那去到了摩押的米斯巴。那对摩押王说，求你准许我的父母住在你这里，等我知道上帝怎样为我安排，再做打算了。所以在大卫他一方面担心父母亲被连累，所以他让他父母亲到国外去，等于到摩押王那里去，比较有这个政治庇护。那另外一方面，大卫心中也认为他要等到上帝的旨意，所以其实大卫这时候前面他不晓得到底扫罗是真的要杀他还是没有要杀他。那后来确定了从约拿单知道，但是他还不晓得上帝的意思，到底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还在寻求。那所以但是他先做他的父母亲，那所以也把他的父母亲带到了摩押王面前了。那这个摩押跟大卫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路德，因为路德他本身就是摩押人，等于是大卫的曾祖母阿宙，所以应该是周纣了。好，那就是在大卫的祖先当中就来自于摩押。好，那也有可能是让他的父母亲可以在那边暂时躲留。而当他父母亲在摩押，大卫在山洞时期，那保持了一段日子，但是后来第5节有一位先知加德，那这位先知加德呢，我们后来看他就成为大卫的史官，替大卫关于撒母耳记或是这个列王记对不起，撒母耳记有关大卫历史，那也很可能是透过这个加德所写。那另外一方面，在历代志上29章25节，也有提到加德，而他的工作呢是在王宫，是在朝廷里面的乐团的乐师或是负责掌管音乐的。所以这个加德呢，一方面他又可以写历史，一方面他又可以写音乐，一方面呢他还是先知所以他很有恩赐。那他就直接来告诉大卫好，那这个来告诉大卫可能就是上帝的感动，因为前面大卫说他想要知道上帝到底要怎么样安排。那加德的信息就是不要住在山寨，不要住在山洞，要到犹大去所以大卫呢就离开了亚杜兰洞，那他去到了哈列的树林。那哈列的树林呢，那从哈列这个字的意思是刀割或是丛林，那这个位置跟这个摩押的米斯巴一样都很不清楚。那但是只有知道大概是在这个
以色列这个犹大的境内所以在地图来标示标示在以色列是在犹大的南边犹大的南边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到大卫他现在的第7站就是来到了哈列的树林了，第6站是摩亚的米斯巴，第5站呢是亚杜兰洞。好，接着再请卢山长老带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10节。有一天，扫罗在基比亚坐在山坡上的一棵柳树下，手里拿着矛，他的臣仆站在他周围。有人把大卫和他手下藏匿的地方告诉了王，王就对臣仆说：便雅悯人啊，听着，你们以为大卫会把田地和葡萄园给你们，会委派你们在军队里当军官吗？难道这就是你们阴谋对抗我的原因吗？我自己的儿子跟大卫结盟，你们竟没有人来向我报告，没有人关心我，也没有人告诉我，我的部下大卫正在找机会杀我。而我的儿子还鼓励他。以东人多益跟扫罗其他的臣仆站在那里，他说：大卫到挪伯的亚希图的儿子亚希米勒那里时，我看见他。亚希米勒为大卫求问上主，然后把一些食物和非利士人歌利亚那把刀给了他。好，谢谢。那在这里又回到扫罗在基比亚。好，那扫罗呢，他就在发牢骚，或是他在吐苦水。好，那他跟随的人那扫罗在基比亚的柳树下，那他的手里拿着军器，臣仆在他左右。那第7节，扫罗就对臣仆说：便雅悯人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扫罗他的国家的这些的臣仆呢，主要跟他是同一个宗族都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人。所以他对这一群他的应该是有血缘有亲戚关系好的臣仆说：耶西的儿子也能把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他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和百夫长吗？所以扫罗他的埋怨和抱怨，第一个他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能够是扫罗做王，那他才能够让这些便雅悯人有机会当官，也能够得到田地，能够得到葡萄园，甚至他们还能够做千夫长，还能够做百夫长。所以这些的功劳呢，就是在暗指这是扫罗他的功劳，大家是攀亲带贵，然后就是透过扫罗能够分到一杯羹。但是扫罗呢，他在把这个功劳往自己脸上贴的时候，第8节说：你们竟然都结党害我，我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立约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儿子挑唆我的臣仆谋害我，像今日这样，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那所以扫罗在这里的埋怨抱怨呢，那他有2个，一个他怪这一群他左右的人，那是他的宗亲便雅悯人，他们结党要害扫罗，所以让扫罗这个王位不保。那如果我们没有把前面的圣经读过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扫罗好可怜，扫罗应该值得同情。现在全部人都离开他，儿子女儿都离开他，没有人在他身边。但是我们读了前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别人造成的，是扫罗他自己造成。而到现在呢，他还把这样的问题呢怪罪到他的身边的左右臣仆。那甚至他的儿子挑唆臣仆来谋害他，所以这又在恶人先告状，所以扫罗除了在这边装可怜，他还到处的给人家扣帽子，到处的在控告人，到处的在怪罪人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呢就是自怜自哀，然后呢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但是这一句话呢，这样的如果明智的人，他可能从旁边来观察，可以好好分析，告诉扫罗，你其实是得罪了上帝，你其实应该要好好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你就可以脱离这些的苦难。
但是现在有一个以东人这个多益就是昨天在挪伯祭司城当中被留在祭司那里的这个多益。那这个多益呢，他就在扫罗的臣仆中，那他就开口，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原因被留在这个祭司亚希米勒那里。那当他回来之后到扫罗的身边，他这时候呢就来回报，因为扫罗自怜自哀，他就说多益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往挪伯去，到亚希图的儿子亚希米勒那里去。那这句话是真的。那他前面没有讲，是因为扫罗的这一番话让他可能同情或是选择站在扫罗这一边。多益继续说，那有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亚希米勒为大卫求问耶和华，这件事情有没有？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昨天的21章来看，那因为大卫可能看见了多益，所以他就没有进一步的要求亚希米勒为他用以弗得，因为昨天的经文有提到歌利亚的刀，那就在以弗得的后面，所以亚希米勒他是有以弗得可以来求问神。但是我们从今天的22章提到大卫跟摩押王的对话，说他要等到上帝怎么做，所以其实亚希米勒不一定有为大卫来求问神。第二件事情，多益又说亚希米勒给大卫食物，那这件事情是有的，但是如果这句话没有交代清楚，那就会让这个扫罗听起来亚希米勒他就站在大卫那边，那不仅给他为他祷告，为他求问，还给他吃的。但是吃什么呢？大卫其实亚希米勒是把那个在会幕当中陈设饼桌上的这个陈设饼要换下来的给大卫来吃并不是一般真正在吃的食物。第三个，多益又说又把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给了大卫那这3件事情呢，这样综合起来，扫罗他会怎么想呢？那多益到底是有意这样说，还是无意的？从后面就可以看出来，多益其实是在选择性的说，甚至他就在陷害大卫，也在陷害这个亚希米勒，所以多益的动机呢，是邪恶的，是不是良善的？那他听了扫罗这番话，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多益说了部分的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虽然他不一定是说谎言，但是呢，他所说出来的话呢，却造成这个故事22章的悲剧接着再请卢山长带我们来读11到15节。第11节，于是扫罗王派人去召祭司亚希米勒和他所有在挪伯做祭司的亲属，他们都来了。扫罗对亚希米勒说：“亚希米勒，听着。”亚希米勒回答：“陛下，请吩咐。”扫罗说：“你为什么跟大卫阴谋对抗我？为什么给他食物和刀，并且为他求问上帝？他现在背叛我，正在等待机会杀我。”亚希米勒说：“大卫是陛下最忠心的臣仆，是陛下的女婿，陛下的侍卫长，并且是宫廷里最受敬重的人。我的确为他求问过上帝，但那并不是第一次。至于阴谋对抗王的事，请陛下不要错怪我或我家里的任何人，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那多益这样子做呢，要来把这个责任推到亚希米勒的身上是因为前面扫罗说谁给你们田，谁给你们葡萄园，谁给你们做千夫长，谁给你们做百夫长，那多益的身份是畜牧长，谁给你们做牧羊人的首领。那意思说扫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挺大卫，就要把你们这些收回来。那多益可能就是怕他的工作不保，所以他就找了一个人出来。那这个人呢，亚希米勒就被叫来到扫罗的面前了。那扫罗马上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到亚希米勒身上。第一个，你为什么结党？第二个，你为什么害我？
好，那你结党的话，就是把食物跟刀给大卫，然后为他求问神，好，来谋害扫罗。好，那所以亚希米勒必须要辩解。亚希米勒的辩解呢，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所以他就实话实说。14节，亚希米勒回答王说：“王的众臣仆中有谁比大卫众心呢？”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呢更惨。那他是王的女婿，又是你的侍卫长，并且是你宫中受敬重的人。那这些扫罗不是不知道，但是扫罗听起来是更加刺耳。15节，亚希米勒说：“我今日才开始为他求问神吗？绝非如此。”就是他不是只有来到扫罗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从大卫得胜，或是大卫杀死万，那他就祭司的工作呢，就是为人代祷，为人祝福。那因为这个大卫救了整个以色列国家，所以祭司呢可能也常常为了大卫，为了扫罗，为了君王来祷告。所以这几句话呢，在亚希米勒心中，他可能是想要来辩解，他不是私心，他没有要结党，他也没有要谋害扫罗，但是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呢，在扫罗的耳中听起来，你就是，你绝对是，所以，但是亚希米勒最后的一句话是说：“王不要归罪于我和我父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情了。”所以亚希米勒呢，也把他的全家都搬出来了。和本是说亚希图的儿子，那所以这个亚希米勒他的辩解，接下来让扫罗听了呢更加的有理由啊。好，那再请陆三长带我们来读16到19节。16节，王说：“亚希米勒，你和你所有的亲属都该死。”然后他对站在旁边的侍卫说：“杀掉上主的这些祭司，他们跟大卫同谋，他们早就知道大卫逃了，却不向我报告。但是侍卫不敢下手杀上主的祭司。”于是扫罗对多益说：“你去杀他们吧。”多益就把他们都杀了。那天多益亲手杀了85个有资格穿戴以弗得的祭司。扫罗又把住在挪伯祭司城的其他居民都处死，不管是男是女，婴儿或幼童，牛羊驴都杀了。好，那所以多益呢，他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官位，保住自己的工作，好，那他就栽赃到了亚希米勒。而亚希米勒的回答呢，没有被认为，只是变成好像是控告他的罪名。所以扫罗马上就吩咐转身杀耶和华的祭司啊！这句话连说都不应该说，居然还去做。既然都明明知道他是上帝的祭司，那去杀，就是连十诫里面都说不可杀人，更何况还杀神的祭司呢？好，那扫罗就是要这群人跟他一起犯罪啊，自己陷入罪中还不够，好，那他变成是一个罪恶的集团，败坏的共犯的结构，那就是要杀。但是呢，这些王的臣仆呢，还是理智克制自己，他就算官位不保，他也不敢去杀害祭司。那祭司就是上帝的受膏者，因为先知、祭司、君王都是受膏者，都是被用油来膏抹的，所以没有人敢动手。谁动手呢？18节就是多益啊。所以扫罗呢，就告诉多益，既然是你说的，你来处理啊，你转身去杀祭司吧。而多益呢，他已经就一不做二不休，那他就是陷入在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权位、官位、地位，所以呢，他就杀了祭司。那祭司呢，不是只有杀亚希米勒，甚至杀了亚希米勒，还去到挪伯城，把所有穿细麻衣以弗得，就是有资格来求问神的祭司呢，85个人都杀了。那在圣经当中还提到，甚至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连婴孩吃奶的，还有牛，还有羊，还有驴啊，
多益这样做，好，或可能是多益自己的意思，还是扫罗意思都有可能。好，但是呢，这个记载让我们想到，好，前面的16章，好，上帝要，要这个扫罗呢去灭亚玛力人，好，亚玛力人呢，好，却留了这些上好的牛羊啊，他没有把这些亚玛力人，好，全部都奉献，好，是在15章，但是呢，现在扫罗呢却把上帝的祭司，好，全部都奉献，好，那是不是奉献，好，不晓得，但是他已经去杀了祭司啊，好，这是一个罪上加罪，好，所以扫罗的行为，扫罗的罪呢是越来越重，而且越来越疯狂啊，那也有解经认为说呢，好，这个亚希米勒全家被杀，好，连他的父老，好，连他的家人被杀呢，其实就是上帝对以利的预言呢，好，因为这个是以利的后代。那在第2章，好，以利呢，他没有好好管教他的儿子，所以2章的20节到36节，还有20章，好，都有提到关于以利家，好，要被上帝刑罚，但是上帝要留余种啊，好，上帝要为以利留余种，那余种就在后面。好，我们来看20到23，好，请读3章，最后带我们来读这几节。但是亚希米勒的一个儿子亚比亚他逃掉了，跑去投奔大卫。他告诉大卫扫罗怎样残杀上主的祭司们。大卫说：“我那天看见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一定会去向扫罗报告。你亲属的事，我有责任，请你留在我这里，不要怕。扫罗想杀害你我2人，但跟我在一起，你会安全。”好，那所以85个人被杀，好，甚至这个都是85个是说有资格穿以弗的，可以求问神的。那再加上男女孩童、婴孩吃奶，那可能更多。那这个大屠杀呢，好，却有一个以利的后代，叫亚比亚他，好，亚比亚他逃出来，好，那亚比亚他，好，就是以利的第5代啊，好，所以这段经文蛮特别的，好，就是路德的第5代是大卫，好，那他逃扫罗的手中，好，让他的父母亲可以在摩押安身立命。以利的第5代呢是亚比亚他，好，亚比亚他呢，好，也从扫罗的手中，跟多益的手中逃出来。好，那来投靠大卫。好，那大卫知道这个讯息消息之后呢，好，是非常的难过。好，那我们可以看诗篇52篇呢，好，诗篇52篇，好，就是前面一个小字，好，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做首训诲诗交给圣咏团呢。好，所以52篇只有短短9节。那我快速的读一下，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你这行诡诈的人啊，你的舌头像快利的剃刀，图谋毁灭。在讲多益，你爱恶胜似于爱善，又爱说谎胜于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的一切毁灭的话。那前面1、2、3都在讲多益啊。第5节，神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抓住你，从帐篷中拉你出来，从活人之地将你拔除。好，那他怎么样对人，神就怎么对他。义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看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保障的人，他只倚靠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好，所以也证实多益就是为了财物，为了官位，为了地位。第8、第9，至于我大卫，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做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那这52篇只有短短9节。那但是我们如果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呢，大卫你要负连带的责任。大卫你还说你那一天在挪伯城就看见多益，你就知道多益一定会走漏风声也会害死了亚希米勒全家。所以大卫你有责任，这是我们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或是说用台湾人的观点，台湾的新闻报道媒体很会就是见风
起堕，然后就会开始绘声绘影了。好，但是我们再回去回想，就是大卫有没有因为他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大卫看见了多益在那里，所以他本来有可能有机会请亚希米勒用以弗得来求问神，但是大卫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可能也想要保住亚希米勒的命啊，不要害亚希米勒。所以其实这个经文其实都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让我们回去看，但是大卫还是知道你父的全家丧命全都是因我的缘故，所以大卫23节说，亚比亚他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要你命的也要我的命，你可以在我这里得保护。22章的一开始说有他的父母亲兄长，接下来还有400多个人来投靠大卫，现在呢大卫还要再多照顾一个祭司的后代亚比亚他。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大卫他虽然亡命天涯，东奔西跑，但他还懂得要照顾安静孝顺父母，安顿父母亲放在安全的地方，而大卫也照顾所有来投靠他的人，这些投靠他的人呢都是社会上不被接纳的，就是社会体系社会网没有办法关心照顾的，但是大卫都收留。而扫罗位高权重，他一国之君可是满脑子呢甚至叫他的臣仆呢都要一起联合他配合他不杀大卫，绝不善罢甘休，所以他不务正业，那他一心只要大卫的命果然就有一个人跟着起来跟着他就是这个多益那亚希米勒和挪伯祭司城全城呢无辜受连累受害，这也让不仅是多益的罪恶深重，连扫罗也是罪恶深重，所以到这里的上帝几乎就是让扫罗疯狂，上帝也没有出手制止，上帝也没有任何好的干预就让扫罗照着他心里面的疯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上帝的任凭扫罗继续犯罪，而大卫他的保命之举为了要逃命，结果连累他人，那他一方面约拿单也好，亚希米勒也好，他的父母亲也好，那但是有的人会怪罪是大卫的责任，但是我们应该要平衡那但是也看见大卫呢，他勇于承担，那他也尽自己的责任来弥补这些遗憾的事情。那最后要讲就是大卫看起来有责任，但是我们就会放过了扫罗。那这也是我们现今当中扫罗的问题就是扫罗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制造更多的问题。同样我们也会因为看到一个小的问题，却没有回去到根源，以至于这个根源的问题继续的制造很多的问题，那会让更多的人受到连累所以求上帝怜悯给我们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神，从今天这段经文主你也让我们学习，我们在处事为人当中，或是在群体当中，在社会当中我们应当不是被带风向的那一位，是我们应当要明辨，要慎思你也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扫罗因为听了多益的话而让他失去了理智，甚至还发起要杀祭司的行动。主求你怜悯赦免，让我们再次来思想上帝你的受膏者，或是在上位者，每一位上帝你所按立所设立的，我们都应当要来尊重，也要为他们来祷告也要为万人来祝福。主求你透过这样的智慧的经节故事还有经文，能让我们更多的得到智慧，也能够得到更多圣灵来的提醒。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庐山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
谢谢牧师平安。平安。你的应许坚定不曾改变。